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KK。嗱，今次咧好開心同大家分享翻咧，我哋研發咗1年嘅一個叫做 Call Put 招財貓嘅一個技術指標加呢一個交易提示器啦。嗱，咁喺過往嚟講啦，咁其實我自己本身咧就由2008年開始咧就接觸到交易啦。咁喺2010年開始咧就轉做一個全職嘅操盤手咁樣啦。咁更加喺2013年嘅時候咧，就膽粗粗開咗第一次嘅分享會啦，咁同大家去分享翻我嗰個交易理念。咁喺近年咧 AI 出現咗之後啦，咁其實都有好多同學仔咧同我哋講翻就係話，喂可唔可以將個交易咧將我嗰套武功啦變咗做一個交易信號，咁咧所以咧就花咗好長時間就做咗呢一個 Call Put 招財貓啦。咁件事咧 Call Put 招財貓究竟係乜嘢嚟嘅咧？咁佢究竟點用咧？咁佢本身嚟講咧，其實裏邊咧包含咗咧有6個計算公式嘅。咁其中一個計算公式咧，就分別計算咗個底色嘅紅色同綠色嚇。咁呢一個咧係一個成交嘅計算嚟嘅。咁如果係一個偏向好嘅市場嘅時候咧，我咧就會放咗一個綠色嘅底色啦。咁偏向一個弱嘅市場嘅時候咧，我就會用咗一個紅色嘅作為一個底色。咁俾大家一個感官咧，可以更加清晰咁明白，原來我仲要需要等嘅。如果我諗住 call 嘅話，或者我諗住 put 嘅話，係咪機會咧？咁樣 OK 咁呢一個咧，俾大家一個直視嘅感官。咁第二樣嘢啦，就係有冇人推動同埋誰在推動啦。OK 嗱，因為咧我哋知道佢偏強偏弱都好啦，咁都要有人推個市先㗎。如果唔係打橫行嘅係冇意思㗎嘛。又或者去推動嘅時候係咪推得喐㗎？OK，咁我哋都要知㗎。咁所以咧引申到咧，我就有第2條公式出嚟嘅即係第3、第4條公式咧，就係向上嘅箭嘴同埋向下嘅箭嘴嘅釐定啦。嗱，喺升市嚟講咧，如果有人推動嘅，即係綠色底有人推動向上嘅時候，我會咧出一個向上嘅箭嘴。咁我就統計咗咧過往啦，佢本身嚟講好友佢一個推動點喺邊度，同埋淡友個推動點喺邊度。打贏嗰邊咧我 detect 到啦，我嗰個招財貓裏邊嘅計算公式，佢計好啦，佢就會咧同我咧邊面打贏嘅，佢就會同我出一個向上箭嘴。好友打贏嘅，我就出向上箭嘴；淡友打贏嘅，我就會出一個向下箭嘴，就係咁樣嘅。咁配合埋個底色咧，咁成件事咧就有2條公式，2個唔同嘅計算方法咧，去攞同一個結果。咁2條唔同嘅計算公式都有同一個結果嘅時候，咁當然啦，準確度就會增加咗好多啦。嗱，咁呢一個咧就係頭4條公式計算出嚟嘅嘢。咁至於第5同第6條公式係乜嘢嚟嘅咧？咁其實咧有鑑於我自己嘅經驗啦，呢個係經驗上面加上去嘅嘢啦。咁我就咧咁有冇趨勢又或者趨勢佢係咁點樣行緊？嗱，喺我個角度嚟講咧，其實趨勢咧就分4種嘅。掣就得2個嘅啫，唔係 call 就 put 啦。OK， 我明嘅。咁但係咧，其實趨勢咧就分咗4類嘅。嗱，第一個咧叫 call 啦，第一個叫 put 啦，即係升市、跌市，跟住咧會有反彈，反彈係 call 嚟㗎嚇。OK， 或者回調。咁所以咧喺呢一個咁嘅情況裏邊咧，我為咗令到大家能夠更加感受到佢究竟係升緊啦、跌緊啦，定係回調緊啦，咁嘅情況之下咧，我就分咗2條 MA 線嘅。咁第一個趨勢線咧就係下底黑色呢條，咁係一個較為慢嘅線嚟嘅。喺我過往經驗裏邊咧，佢係喺即市嘅交易裏邊咧十分之有效嘅呢一條線係。咁喺佢樓上嘅時候咧，咁個市咧係偏好嘅。咁好似呢度咁啦，回到落低位咁樣咁再升過個推動線，咁我又見到有綠色底箭嘴，咁咪做 call 咯，咁咪贏錢咯，就係咁樣用嘅啫。咁至於藍色嗰條線咧係一個快嘅一個 MA 線嚟，比較快嘅 MA 線啦。咁佢係咧負責翻話俾我知咧，喂，喺升市裏邊係咪回調緊？好似呢度咁樣啦，升市裏邊跌穿咗之後，回調進行中。佢一路回唔穿個慢嗰條線咧，我都叫做呢一個空間啦，我叫做回調嘅啫，直至到佢重拾升勢呢度，
我哋先至會做。咁你話喂，呢度點解唔做 KK？呢度點解唔做啊？你望下啲箭嘴你咪知咯，邊個主宰緊個市場？係啊，咁你咪可以好清晰了解到就原來招財貓可以話到俾我聽，我再等下定係做唔做喎？原來成件事我唔使俾佢呢度 fake 咗啊，俾佢呃咗入場，跟住夾一大輪，我都唔知贏定輸噶，因為點解回調可以變跌市噶嘛？係咪？咁成件事咧就避免咗呢啲咁樣嘅問題出現啦。咁呢一個咧就係 Corporate 招財貓嘅一個功能。咁嚟緊咧，我會有一個發佈會。咁如果大家對於招財貓有興趣，又或者想更加了解更加多嘅時候咧，我喺發佈會當日咧，我喺介紹會當日咧，我會同大家做一個現場嘅實戰 demo。咁變咗咧，咁大家可以即時咧就可以理解到招財貓值唔值得你去擁有啦。咁如果有問題嘅話，嗱，點一點我哋個內容，快啲嚟登記我哋個發佈會啦。咁嚟緊發佈會見，多謝大家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嘅影片啊，多謝 ，thank you，拜拜。